我提议来一个节目，这是那个十佳演员毛山玉跟赵志刚来一个，不过你们得合作。赵志刚呢，你得唱沪剧；毛山玉呢要唱粤剧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媳妇，侬先为大家唱一段粤剧哪能？我粤剧唱得相当不好，赵志刚要么我们两人合作一段，侬讲哪能？好啊。哎，挑起来稍微短眼个。短眼个嘛，盘起说起当中，花有一点，好吧？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家门，欢欢喜喜度佳节。你呗，
侬看。上西修身伤心你为不到半世人，为当公众刚开始，为谁再走几十春？更何况我俩曾经生我为，今天方觉心里心，白天是我委屈你，马军休将我见。那一天来花舞厅中相见，
原谅我少把不必伤你心。你是非黑白分得清，打了我心里更加爱你的。我俩是同为革命受委屈，耿耿于怀两内心。我为你是啊，为你欢笑。我为你骄傲，为你高兴。啥事？我们马上就要到苏区去了。这个是我多年的心愿，可是你的，我现在多么想听听侬为我做的那首诗。海波月人来阳红，每把伸手随过境，世间就造不美。茉莉去，千山落荡相安人，愿做海滩一对